干嘛要停呢？亲一下就好了嘛，就还在那儿，你就亲一下，然后就保持这个姿态。我觉得不亲一下就保持它就好了，不亲一下还想看我。这个可以抢哦。跟他说的是他就是个骗子，你怎么想不明这个事儿？走吧。走啊！多好啊！多真实啊！我拉走了怎么？那没事，下一站我接你这样子。来，接着最后，雷哥，我们接那个接。没事，他真给你拉走了。我追车。你看我的冲进，你看我的冲进，你看我的冲进来了。拉走我上哪儿去？没事，你放心，我的冲进来了。你们没看我就冲进来了，你知道。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